砸烂旧西藏，文化大革命狂暴，斗牛鬼蛇神。在拉萨第一次游街批斗牛鬼蛇神是1966年8月27日。这天，在当局统一指挥下，拉萨市各居委会组织积极分子和普通居民沿街游斗各自辖区内的牛鬼蛇神，然后在大昭寺的奖金场松觉饶哇集中批斗。在这组照片上，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主要包括宗教界人士、旧政府官员、商人、旧军官和农村中的领带分子、指庄园主及管家等，分别以在群众大会上集体批斗、游街批斗和各居委会组织群众分批批斗等规模不等的方式吃够苦头。时间是1966年8月底至9月期间，正如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所形容的，这是一种以群众专政的方式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慑力，足以令所有藏人都受到深刻教育。事实上，连续批斗的时间长达3-4个月之久，后来因派性斗争辗转于两派之间继续挨斗，并归入牛鬼蛇神小组，在各自居委会长期劳动和学习，其结果是疯的疯，病的病，死的死。照片上的部分人死于这时期，部分人死于文革后，迄今幸存的不多，而在幸存者当中，有的人离开西藏去了国外，留在西藏的从又成为可以享受高官厚禄的统战对象，分布在政协、人大和佛协，却无一不是摆设的花瓶或御用的喉舌，为自保而唯唯诺诺的苟合。人山人海，大昭寺的奖金场松觉饶哇成为批斗牛鬼蛇神的大会场。这样的情景当时常有。仔细检视左图，可以发现多个重要细节。在高台正中挂着毛泽东的画像及一条横幅，毛像两边用汉文和藏文速写横写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横幅上用汉文和藏文写斗争大会，横幅旁边及下方自有多幅毛画像。高台上正在批斗的牛鬼蛇神是4位旧日的贵族官员美人，被2位红卫兵按压。主席台中间的桌子上有4个话筒，主席台左侧顶角只有一个大喇叭，右边墙上贴满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大字报。而这张照片值得注意的有2处，一是4位被斗者前面至少有2人在拍摄，1人在录像，1人在摄影。二是也是至关重要的是，照片左上角与奖金场相连接的寺院建筑的2楼拐角，至少站着3个头戴帽子，不知是不是解放军军帽，身穿制服是解放军军装吗的男人，正注视着批斗现场。其中1人背手站立，有着中共官员当权者的姿态，所以与其说这3人是在注视批斗现场，不如说他们是在指挥、控制、监视批斗现场更准确。如今也是摄影家的德木汪鸠多吉清楚地记得，父母第一次被游斗的时间正是罗布林卡改名为人民公园的前一天，1966年8月27日。他的父亲德木罗桑奖杯弄多单真假错来著名的实施德木仁波切。德木仁波切属于藏传佛教展示高僧传承中相当重要的一支。拉萨有名的丹吉林寺的寺主，其6世、7世和9世均当过西藏的摄政王，代理达赖喇嘛管理政教的最高权威。10世德木仁波切还是西藏历史上最早的，也是西藏迄今最优秀的摄影家。
照片上65岁的德木仁波切头戴高帽，上面用藏文写着彻底打倒反动农奴主，真真假错。挂在胸前的相机是他的罪证，用来暗示他是一个里通国外的反动分子。其实那架上海582型135相机属于儿子汪鸠多吉，虽然被德木夫人藏在装张巴的口袋里，仍在居委会红卫兵抄家时给抄出来了，而德木活夫自己的好几套高级相机早已被工作组没收，理由是相机乃特务的作案工具，其中一架蔡世一康被一个姓严的工作组组长私吞，再不归还。47岁的德木夫人穿戴的是旧时拉萨贵族夫人的华丽装束，双手捧着盛有金银珠宝的托盘。德木汪鸠多吉回忆说，每次游街，他们都让我父亲穿上我们家的护法神芝麻扎的法衣，让我母亲穿上贵妇的盛装。后来我父亲对我说，当时抓我游街的时候，我很担心他们逼我穿袈裟，这样我会羞死的。还好他们要我穿的是跳枪式的芝麻扎的法衣，这倒让人有一种演戏的感觉。而且在游街的时候，出了一个小男孩，冲着我说，老实坦白，围观者中没人打我骂我，还不错。然而德木夫人却在经历了抄家、游街批斗等公开羞辱，以及被居委会长期单独关押之后，精神崩溃，仅仅1年便从疯癫走向死亡。6年后，德木仁波切圆寂了，却不被允许为他举行与他身份相称的西藏传统葬礼。这是丹吉林居委会组织的游斗队伍押解德木夫妇的2个积极分子，争相挥舞着拳头，表达了他们对牛鬼蛇神的痛恨。左边那人名叫扎西，原是一个马车夫，文革期间当了居委会副主任。在抄德木家时，他以破四旧为名，不仅抢走了衣物和珠宝，还抢走了当局在1959年之后的民主改革中对未参加叛乱的贵族、庄园主和寺庙的财产进行赎买政策，发放赎买金支付券，凭券到银行领取赎买金中发给德木仁波切的存折，后在汪鸠多吉的坚持索要下不得不归还，但已被他取走20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扎西后来是布达拉宫前门的看门人。2003年2月，我原本打算采访他，却听说他已于前不久病故。右边的那个穿着破衣烂裤的人名叫丹真，是牛鬼蛇神小组的组长。据说他最能斗牛鬼蛇神，德木夫人就被他狠狠打过，他早已亡故。登吉林居委会组织的游斗队伍正经过经大昭寺对面的大街，当时尚空旷许多，而非如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行人、车辆和摊点。照片上的那片藏式建筑经一位德克士快餐厅及销售旅游工艺品的商店所代替。过去是由哲蚌寺管理的名为启德林的佛殿，历史悠久，文物众多，但在武斗期间变成造反派的据点。据说曾在楼上架着机枪往下扫射，后来被拆。实际上，当时登吉林居委会的牛鬼蛇神里面还有如今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帕巴拉格列朗杰，他也曾被如此游斗过，但此番游斗不在其中。照片上的这些牛鬼蛇神都穿戴着代表过去身份和地位的装束，以表明他们是封建农奴制下反动的3大领主。为此，他们头上的高帽和胸前的纸上都写着种种
侮辱性的语言。补充：帕巴拉格利朗杰是昌都市的活佛事主。走在德木仁波切后面的牛鬼蛇神被辨认出是拉米伊西出城，他是9世十世班禅喇嘛的亲信官员，作为10世班禅喇嘛的代表，于1956年担任刚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以后还担任过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但好景不长。1964年，班禅喇嘛因为勇于向毛泽东递交反映整个藏地民情民意的7万言书，结果在张金武、张国华主持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7次扩大会议上，被当作最大的反动熔炉组之一，遭到批判。拉米伊西出城等人被打成班禅叛国集团的成员，但在批斗班禅喇嘛时，拉米伊西出城的六弟拉米说朗伦珠成为班禅内库秘书。扎什伦布市的一位转世喇嘛身轻诺桑坚赞，曾经担任过14世达赖喇嘛试读经书的蒋措宁仁波切等人表现最为积极，做出了许多对班禅喇嘛最致命的污蔑性指控，为此他们很快获得提拔重用，这无疑是对他们批判班禅喇嘛的奖赏，以至于在西藏民间对这些靠斗争班禅喇嘛起家的人有一个专门的称呼班班。如今拉米说朗伦珠仍旧是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而拉米伊西出城在经历了多次的批判后积劳成疾，于1978年病逝。走在拉米伊西出城后面的那位一手执金刚铃一手捧曼扎，佛教供器的一种象征佛化世界的僧人，经辨认可能是色拉寺的高僧拉真仁波切，已年过80，在随后不久的一次抄家时，居委会的红卫兵把没收来的金刚杵砸向他的头颅，老人当场流血不止，第二天就圆寂了。当时不准搞传统的习俗活动，包括西藏文化中处理死者的特殊方法和仪式，只能草草地把老人的遗体送到天葬台，为了营救。在这幅照片上压着拉米伊西出城的女积极分子名叫白之恩，曾住在德木仁波切家的宅院里，是佣人。而在拉米伊西出城与另一个牛鬼蛇神之间的女积极分子是积极分子丹真的情妇，名叫拉姆，过去是一家贵族的佣人，据说已死。而那围成一圈的绳索既将牛鬼蛇神与群众隔离开来，已是一种不可逾越的分界线，又将积极分子凸显出来，以表明革命的彻底性或觉悟性，以及由此获得的与众不同的资格。登吉林居委会组织的游斗队伍正在经过爬国街，走过了查七夏，为现存建筑中最古旧的房子之一，原属色拉寺阿扎仓县委民居，走过了啷兹夏，原为敢丹颇章政权时的拉萨市法院，第一层做监狱，第二层为办公地，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走过了已被红卫兵和积极分子推倒的白塔甘林古西，走过了敢丹塔钦，立于爬国街东北角，塔钦的意思是藩柱，最后将要到达松觉尔瓦，在那里与其他居委会游斗牛鬼蛇神的队伍会合，联合举行批斗大会。有趣的是，游斗队伍是从爬国北边的入口处沿顺时针方向右绕而行，这其实是西藏佛教信徒履行佛事的一种方式，当属该破处的施救，革命群众理应反其道而行之才是。
走在这条街上，也曾有过这么多的人群，在飘扬的旗帆和悠长的法号中激动地奔走。但那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也是一个民间的仪式，是每个藏历新年正月25日举行的祈请未来强巴佛早日降世的仪式，属于梅朗清末大法会的内容之一。或许照片上这些围观游斗，甚至压着牛鬼蛇神游街的人丛中，就有当年五体投地的信徒。然而此时，强巴佛像已为毛泽东画像所代替，紧随其后的是高举的红旗和先天的锣鼓。年轻的孩子充任旗手和鼓乐手，他们都是革命的新生力量。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